想咧就係再多了解一啲咧，喺你即係喺中聖嘅日子裏邊咧，有冇遇過一啲咧係好重大嘅挑戰？你又點樣去即係去跨過？翻嚟中聖已經一大挑戰啦，係咪？咁啦，當時其實我問過3位同事，即係當時喺中聖離開嘅我認識嘅3位同事，咁咧就係我話我有呢個考慮，你哋俾咩 feedback 我？佢哋咧3個都係男同事，佢哋同我講話望住我，佢話你千祈唔好考慮，翻嚟咧好似跌咗落個深淵咁樣。咁但係咧就係呢個係人嘅意思咯，係咪啊？咁但係咧我一路都係求問上帝嘅心意嘅。咁嗰件艱難嘅事就係呢件事啦，包括咗係咩咧？就係當時喺麗景嘅，麗景咧係一個中途嘅學校，即係我哋搬離開咗而家深水埗華衛道，去咗麗景一間小學嘅校舍。咁而中聖係重建緊，咁面對重建，咁我又唔係工程嘅人，咁我亦都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艱難嘅事咯嚇。咁每個月都要同一班工程師開會，係啦，都有好多校董一齊開，但係有唔同類型嘅工程師一齊開會，佢哋講嘅語言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由最初都係 get 唔到嘅，但係慢慢咧就係聽下啦，聽下。但係我心中有一個目標咧，就係中聖要1年內翻嚟咁樣。我就成日都同佢哋講全部，因為我係校長嘛，咁我都有陣時應該即係開完會我都話大家要記住我哋有一個目標就係佢哋已經搬走咗好多年，經歷好多困難啦。當時就係好多年都翻唔到嚟，咁後尾我話我希望可以1年後翻到咁樣咯，翻到嚟即係擴建完成翻到嚟，咁咧好得意喎。咁呢啲説話好似好虛咁啦，咁啦，因為實際做係地嘛，咁好多困難嘅，包括咗呢啲困難咧係我都唔識㗎，我要去房屋處啦、渠務處啦、咩處啊，即係咁樣啦，好多政府部門去了解一啲當時擴建遇到嘅問題，要同人哋丟啦，要傾啦。咁我呢啲唔識啦，咁樣，但係都要識咯，所以即係多方嘗試底下去學咯，係啦，去認識啦，同埋聽人講去溝通咯，咁樣咯。咁嘅時候咁樣又真係事就這樣成了喎。事就這樣成了。1989年1月係啦。點解我揀中間都翻嚟咧？如無意外應該係學期尾暑假先搬啦，係咪啊？因為咧嗰班學生成日都講就係校長啊，或者同 Miss 講啊，我哋咧由入學中一都想翻嚟啊，話俾我哋聽就快翻嚟噶啦，即係2-3年就搬翻嚟噶啦。而家我哋中6啦，都未翻嚟啊。所以咧中間嘅時間我都照翻嚟嘅。其實教育局嗰段時間我哋好緊張嘅，因為又要 check 好多嘢啊，同埋佢哋又要批好多嘢啊咁樣。其實咧係爭啲。有爭啲嘢係出問題嘅，咁但係咧都後尾都可以完成到1月翻到嚟嘅。咁嘅時候咧，即係成班學生咧，成班學生特別中6嘅學生咧係好開心嘅，喺3口個平台度玩蘇伊恩啊、黐紅豆啊咁樣啦，唉，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因為6年由中一開始期盼翻嚟啊！我都聽得到，即係嗰種嘅艱難同困難咧，好唔容易啊！但係咧，我又聽到你嘅其實係即係一樣一樣面對。又一樣咧，就繼續去學習，就算唔識，你都去繼續識嗰陣去學，然後咧又帶住大家有個方向，然後咧你又有啲目標啊，1年我哋翻去，我哋1年翻去，當大家一齊做到嘅時候，應該都係即係好興奮嘅，其實好興奮，同埋學生嘅問題亦都係漸漸穩定落嚟咯，係啦，學生嘅問題，咁另外就係老師嘅制度啊，同埋老師嘅協作啊，各方面都係。即係越嚟越好啊咁樣咯，咁呢啲都係我好開心嘅。